過來看這條，由國際國軍出兵台灣啊，陸軍陸軍團炮兵21指揮部進前的上士班長，因為伊的手頭案，或者中共的情報人員吸收起聯絡現役的勢力的中尉，甲這軍官訓練上課講義偷翕落來，聽說換2500粒的泰達幣，差不多是台票要到8萬塊的價值。北檢在今仔依照違反國安法貪污治罪條例，甲這2個人起訴。國軍閣逼出獲中國滲透的事件，前陸軍陸軍團炮兵21指揮部聖誕的上士班長，2013年退伍，2023年因為財務的狀況歹，獲中國的政工人員網購吸收滲透，伊牽涉過去共單位軍中的同袍，現役的軍官李良偉，網購用雙倍的薪水甲城封拒絕，聖誕的無私心，閣一擺欲見面勢力的落尾妥協，配合提供軍官訓練上課的資料，互聖誕的翕到來傳互網購，換2500粒泰達幣，價值79400。那有些是用債務，有些是用利用。那不管如何，我們必須要建制的就是能夠回報通報的機制，那能夠把這樣子的案件能夠知道它的源頭，來去做破獲。我在質詢的時候也特別提醒我們的國安相關單位，必須要重視這樣的現象。我也建議他們盡速的能夠啟動安全查核機制。北檢指揮偵辦聖誕的查甫人，甲犯罪所得79419轉去。北檢12照違反國安法、貪污治罪條例，甲聖誕的勢力的查甫人起訴，對中國長期組織性想要來偷摕國軍的機密，調查認為講國安的機制是出現破口，建議建立通報獎勵。專家講軍官訓練上課的資料機密等級無懸算嘛是漏洩，看出國軍保護措施和官兵的反情報能力都無夠。專業的科目之外，其實大部分來講就是法治教育跟愛國教育，那其實各國其實差不多是同樣的內容哈，但是呢，偶爾他就教官上課取材的案例哈，他搞不好是取自本國的一些軍事上的案例，其實那個都是機密。觀察最近幾年現役退役的官兵互吸收變作中國的間諜，真濟人攏是有債務的問題，也是欠錢才互中國城去滲透。對這個項目提出解方，今年開辦官兵急難貸款，提供照顧囡仔、醫療、小野、紓困等7類的急難事件。到4月已經攜帶633人次，借出2.1億。記者綜合報道。